其實收益唔單單只係政府，仲有旅行同埋社會經濟收益㗎。係啊，香港介唔定年數，我哋喺2010年嘅財政評估入面顯示，我哋舉辦亞運係需要145億㗎，而最後收翻只係得9億，而呢9億係包晒所有嘅收入。請問點解虧蝕咁多仲要去辦咧？有冇可以睇清楚啲資料？我哋睇到係咩？政府預計自己收入嘅咁多錢，點解可以全部歸喺全部收入啊？會蝕130億，咁嗰啲錢要點樣回翻本咧？係咪應該扣除更加多嘅社會福利咧？到底扣除社會福利同埋舉辦亞運有咩直接關係？可唔可以有方交代啊？因為我哋可以睇到係每年政府只係俾咗79億俾呢個運動方面。如果你要投放100幾億過去，咁你係要從邊一方面攞錢咧？唔通只係精神跌落嚟㗎？有方好，有方話要喺其他地方攞錢。呢啲舉辦大型活動，政府可以自然可以特登投資多少少。依家政府庫房咁多錢，6000幾億，點解唔可以拎多啲錢先？咁方同學，你話政府好多錢，咁點解政府唔俾翻我2500蚊嘅津貼俾我咧？而家等我介紹雙方辯員，正方嘅主辯陳浩東，正方嘅主辯係陳浩東。你係咪？你直接成一分字攞佢一個字幕。第一副辯係陳永琪同學，第二副辯係陳子晴同學，辯辯係許子謙同學。反方嘅主辯係吳慧婷，第一副辯係楊希。第二副辯係何子晴，而結辯係林有信。我哋好高興請到3位評判成為今場賽事嘅評分，佢哋分別係喇沙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潘俊傑老師。馬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中文辯論組教練范君華小姐。第3位係張展拔萃女書院中辯負責嘅張展偉。唔緊要啦，張老師啊，張老師得㗎。張老師。呢次比賽嘅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同埋結辯分有6個環節，發言時間係4334，公辯係每方2分鐘，自由辯論就係每方3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有叮一響提示，夠鐘則有2聲叮響，超時15秒就會連叮幾下。詳細賽規已經發布咗俾各位，如果比賽出現任何問題，我同計時員會暫停比賽，交由3位評判即場作出裁決。請問在座各位有冇問題？唔該，想問下後面3個。
下一個。冇問題嘅話，而家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亞運係世界上僅次於奧運嘅綜合性運動賽事，每4年1屆。主席、評判、有分同學，在座各位，其實香港係曾經打算申辦2006年同埋2023年嘅亞運會嘅。2006年嗰一屆咧，喺投票中輸咗俾卡塔爾嘅多哈，而2023年嗰一屆咧，政府就考慮到開支過大啦，因而放棄申辦。所以香港並非缺少舉辦大型運動賽事嘅經驗。2008年協辦奧運嘅馬術項目，2009年嘅東亞運動會，今年嘅全運會等等，香港係有條件去申辦大型運動賽事嘅。呢啲亦係點解政府曾經申辦亞運嘅原因。要衡量今日辯題成立與否，我哋要考慮申辦亞運對香港社會嘅利與弊。今日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二：第一，經濟層面，亞運帶嚟咗龐大嘅經濟效益，亞運係各方面都可以帶嚟龐大嘅經濟回報嘅。首先係門票收入方面。以2022年嘅杭州亞運為例，總共就售出咗305萬張門票，票務收入達到6.1億人民幣。又例如2014年嘅仁川亞運啦，嘅門票收入達到1億4千萬港元。除咗門票收入以外啦，亞運引起嘅關注啦，而帶嚟嘅廣告收入，根據杭州亞運主辦方統計，當時嘅亞運集結咗176間企業贊助，而2018年嘅雅加達亞運，淨係嗰個電視廣告嘅收入已經達到26億港元。呢啲廣告收入全部都令亞運有更高嘅回報率。香港舉辦亞運可以創造經濟效益。2023年成個中秋國慶假節，浙江全省共接待咗旅客4372.4萬人次，旅遊收入達到咗486.4億元。根據浙江省統計局嘅 GPT 模型測算啦，亞運會拉動咗7.6%嘅 GDP， 約4140億元，帶動咗67萬人就業，佔同期就業人數嘅2.4%，貢獻咗8.2%嘅財政收入，約1033億元。據印尼官方估算啦，亞運會期間預計約70萬名遊客到訪該國，並創造咗3萬億英里頓。上兩區亞運正證明咗香港舉辦亞運可以帶嚟經濟效益。第二，社會層面，亞運強化咗社會凝聚力，體育項目係凝聚社會嘅工具。唔理係最近嘅全運會啦，亦或者係廣州同埋新加坡嘅賽事啦，以及上年香港建議喺奧運所創嘅佳績，全部都令香港社會更加團結。去年香港紫荊研究院就住巴黎奧運做咗一項研究，發現咗80%嘅市民對香港代表嘅奧運感到自豪，感到非常自豪嘅近60%。另外，近有亞運帶嚟遊客嘅，佢哋連帶過嚟經濟啦。正值杭州亞運期間，前往杭州國際機票預訂率比去年增加咗20倍，杭州亦都逼入咗熱門旅遊目的地嘅第3名。亞運賽事場館附近嘅酒店預訂率都比去年增加咗3倍，於是亞運喺各方面都會帶嚟經濟回報。根據浙江省統計局嘅推算，杭州亞運會佢哋帶嚟咗超過1000嘅收入，提供咗67萬個職位，貢獻咗超過4000億嘅生產總值。而根據印尼嘅估算咧，2018年嘅雅加達亞運會佢哋創造咗3萬億嘅英里頓，大約14億嘅收入。嚟初見，今日亞運會成功可以為香港帶嚟咗龐大嘅經濟收益，攜為利處。香港教育大學健康與體育學系多級講師梁德指出，體育係社會核心價值，能夠凝聚團體啦，社會甚至係民族性。立法會議員何健康認為，巴黎奧運可以起到凝聚市民嘅作用，對成個香港都係非常有益嘅事情。同時，轉喺優秀會令我哋有更好嘅表現。香港隊喺啱啱完成全運當中嘅歷來嘅最佳成績，香港去年嘅全運攞得最多7面獎牌，但今年我哋獲得咗19面嘅獎牌。而2009年嘅香港主辦嘅東亞運亦有類似情況啦，我哋亦獲得咗110面嘅獎牌，同時比2005年嘅都多咗近10倍。由此可見，主辦優勢絕對有助香港代表獲得更好嘅成績。所以香港主辦亞運會令我哋取得更好嘅成績啦，會用全令市民更加自豪啦，提升咗市民聚力。多謝大家。跟住係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時間係4分06。頭先喺正方主辯發言期間用咗 GDP 呢個外語係
處理，因為剛才 GDP 呢個字係冇喺我哋環節度申報。其實係咪可以喺分子上面求一個問題？唔該。有啲主席幾熟嘅流程講，係其實啲熟流程講。我哋係唔算太熟，因為有時我哋有可能。哦，明白。跟住反方主面，你有4分鐘嘅時間。主席、財務仲各位大家好，我想問咧，香港之前因為放棄，之前因為開支過大放棄申辦，咁點解而家又有錢嘅咧？舉辦國際級體育盛事從來都唔簡單，亞運會係由國際奧委會轄下亞洲奧林匹克理事會管理，為咗場地設備要求，興建新場館或者將已有場館提升至國際標準嘅成本極高，同時行政、保安、宣傳嘅開支都係天文數字，就好似能夠成功申請2018年亞運，但就喺2014年，因為發現財政負擔實在太沉重，最終要放棄承辦，唔單止浪費前期資源，更加嚴重損害國家形象。一場只有短短2-3星期嘅亞運，又話數量或者會少量增加，但呢啲收益係咪長遠？又話係咪會重遊香港？能否填補巨大嘅成本？雙方必須仔細審視。所以衡量香港應唔應該申辦亞運，有2個關鍵標準：第一，符合成本效益；第二，係咪能夠有效提升香港嘅旅遊吸引力同體育地位？我方認為申辦亞運無法達成以上目標，原因有2：第一，申辦亞運缺乏吸引力，難以提升旅遊形象及體育地位。早喺2010年，浸會大學體育系鍾伯光教授已經指出，亞運會對遊客嘅吸引力非常有限，而且性質極為短暫。如果政策目的係提升市民健康同生活質素，就需要長遠政策同資源投入，先有機會見到成效。絕對唔係單靠1-2次舉辦大型體育盛事就可以做到。同樣係2010年，香港大學民意研究就顯示，大約60%市民反對申辦亞運，贊成嘅只有不足30%。除咗本地民意唔支持，近年嘅亞運主辦權根本冇人爭，甚至出現放棄舉辦嘅案例。18年嘅雅加達、23年嘅杭州、26年嘅名古屋亞運都冇任何競爭，只係得1個城市申辦。而30同30年只有2個中東國家申辦，過程中更加只係決定住舉辦嘅先後次序，而唔係競爭同一屆亞運會。長年無競爭嘅現象已經説明亞運對旅遊、體育發展並唔係不可或缺，甚至係缺乏吸引力。如果申辦亞運有助大幅提升旅遊形象，點解申辦亞運嘅城市會越嚟越少呢？第二，成本效益極低，財政虧損嚴重。香港喺2010年曾經為申辦亞運做過詳細嘅財政評估，就算唔計場館300億嘅興建成本，淨係直接營運開支已經高達145億港元，但係預計門票、贊助同旅遊收益加埋，最多都係得個9億。換言之，未計場館興建，虧損已經超過130億。而其他城市點做呢？中央通訊社23年報導，杭州亞運扣除門票同贊助收入之後呢，虧損係高達2000億人民幣嘅。而下年嘅名古屋亞運，中日新聞最新11月報導就指出，預算成本係超支3倍。就算扣除贊助收入同埋取消興建選手村，都要虧蝕140億港幣。而香港嘅財政狀況可唔可以承擔到額外過百億嘅赤字？當政府喺最新嘅施政報告宣布取消每個學生2500蚊嘅學習津貼、削減長者福利、公立醫院加價，有方有咩證據確保申辦亞運唔會惡化香港嘅財政狀況呢？定係有方想同全香港市民賭一鋪，賭我哋10年之後經濟會轉好，可以負擔過百億嘅財政虧損呢？多謝各位。時間係3分33。跟住係公辯環節，公辯一方可以自由挑選對方1位辯員回答問題，並且打斷對手發言追問。回答方唔可以反問，亦唔可以打斷公辯一方嘅發言。如有違規，公辯一方亦都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亦都可以直接扣分，每次1分。而在場人士亦都可以每次公辯之後提出某方違規，評判可以自行決定係咪扣分。另外，公辯屬於單對單環節，請2位同學企
企喺台前發問同回答。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嘅時候，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特別係反分分子。第一格依次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係發問分數。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議員作為公辯。我想揀反方辯辯。而家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嘅時間。想問有方，我哋睇到我主辯稿同你講咗4000萬人次旅客人次，點解係吸引力唔夠啊？但4000萬人次吸引力雖然係夠，但係你花費大量嘅成本，我哋如果要舉辦奧運嘅話，會蝕130億，你覺得係值？好啦，今日有方已經承認咗吸引力係夠嘅情況下，呢一點我先確立啦。今日有方就同我哋講話咩成本太高，但係你睇到係咪300幾億入邊有200幾億，即係差唔多190幾億都係攞嚟起啟德？請問依家啟德起好咗未啊？係啊，依家起好咗啦，有方承認起好咗嘅時候，我哋係咪190億嘅成本都可以降低埋啊？但係啟德呢個場入邊，佢入邊可能仲有一啲地方未達到呢個國際標準，同埋可能一啲座位同埋臨時。你想問有方有咩例子？可唔可以講出啲例子？唔好就咁講。好，有方答唔出啦，有方答唔出，已經啟德已經係起好咗呢點確立，你啲200幾億嘅開支已經正確，所以其實乜嘢成本起場館等等成本其實唔到100億同容易。有方唔出聲啦，有方自己數據都冇揾清楚，有方睇數據都冇睇清楚啦，再問翻有方話今日同我哋講話咩其他民生，我想問啊，我哋做其他民生政策同埋我哋搞亞運呢樣嘢有咩衝突啊？好，有方話冇衝突，咁呢一點我哋再確立。咁其實今日有方講咁多政策啊，咁多需要解決嘅民生問題，其實兩樣嘢係可以同時進行㗎。有方即係完全呢兩個即係兩個之間完全冇乜必然關係，唔係話搞咗亞運就冇得再搞呢樣嘢咯。再問翻有方啦，依家門票收益有6.1億啊，仁川亞運又有1.4億嘅港元，點解係收入唔夠啊？有方答唔出，其實今日睇到嘅係咩？各方面我哋各方面收入都係夠嘅情況下，唔明白今日有方到底講啲咩收入唔夠啊？等等呢啲我哋都先行確立咗。今日有方講，想問到底點解一個城市舉辦就係冇競爭力咧？咁啊？因為一個城市舉辦就係代表唔想佢冇其他城市去爭辦，淨得一個城市想去做呢樣嘢。想問同吸引力冇吸引力呢樣嘢有咩直接關係？即係淨得一個城市冇其他城市同呢個城市競爭，即係代表呢個項目已經冇吸引力。呢樣嘢有個好直線邏輯㗎，只要冇人同你參與，其實呢樣嘢就冇吸引力。人哋可以有好多原因唔去舉辦，自己國家啲咩經濟原因咁多理由，有方係咪忽視呢樣嘢啊？好，有方唔係忽視呢樣嘢，所以呢樣嘢我哋加埋，唔係完全呢兩個完全冇直接關係呢樣嘢就確立啦。有想問翻有方之前有方話，因為之前放棄申辦係因為錢唔夠啦，依家我哋有多謝各位。好，而家輪到反方公辯，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主持人。揀反方正方主辯。而家反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嘅時間。好，有方知唔知道2010年嗰份財政評估話亞運用咗幾多錢嚟整？
好，有方答唔出，咁收益幾多？好，有方都係答唔出啦。咁呢一啲咧，由正方應該論證嘅資料咧，正方都唔知道啊。咁我方就講咗，我方就答翻嚟啦，係145億嘅。咁點解一個虧損，咁佢收益咧就得個9億嘅？咁點解一個虧損130億嘅賽事我哋都仲要做啊？有方同學。好，唔緊要，有方都係答唔出啦嚇。咁有方，咁想問下，咁到時如果香港經濟唔好，都係有方都係話要做嘅話，咁好似越南咁樣中途棄辦點算？咁其實香港其實已經有基礎嘅設施，例如可以喺度。唔係，咁係咪都要去翻新啲錢先？即係要攞錢去翻新啲場館先？即係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咧係要有咁多我哋去整呢個亞運係要翻新啲場館啦，翻新即係嗰啲設施啦。咁點解呢一啲唔算係我哋需要嘅支出？我哋而家仲見到香港而家財赤咁嚴重，點解仲要整亞運？定有方係想同全港市民度一鋪攞社會福利嘅錢去搞呢個亞運？因為我方見到係依家係香港而家已經從多方面削減緊開支，就例如學生2500蚊津貼，仲有公立醫院加價咁樣。咁所以今日我哋見到有方咧係唔清楚究竟舉辦亞運需要幾多開支，仲有收益有幾多，係唔清楚究竟整個亞運需要攞幾多錢，而我方就話翻俾有方聽，原來係145億嘅，跟住支出係145億，收入咧就得個9億嘅啫。咁所以我哋係喺香港並且喺香港咁虧損狀況之下，有方係喺咁虧損嘅狀態之下，我哋係唔應該申辦亞運嘅。咁好啦，再問多有方一次。多謝各位。而家公辯環節結束，輪到正方第一副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咗各位，今日釐清翻成件事先。今日有方第一樣嘢同我哋講話成本。啱啱我盤問嗰時都問咗有方啦，佢話300幾億嘅成本啦。啱啱已經睇我方睇數據睇得清楚啲，體育館已經計喺入邊197億。體育館已經起好咗，呢筆開支200億可以省略，呢啲點已經確立咗啦。再睇下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話仲有啲可能其他希啲嘅措施，可能仲要起更多。今日有方再同我哋講話咩？其實政府儲備完全唔夠。我哋睇到係咩？政府儲備2025年3月底預計係6474億，咁高6000幾億嘅叫咩財政儲備？點解會唔夠應付一個有方老實講啦100幾億嘅亞運咧？唔明今日有方到底點樣認為政府財政做唔到呢件事情？有方要繼續論證翻點解政府冇能力去做呢樣嘢？呢個係有方嘅論證責任啦。第二，今日有方同我哋講話咩？其實有啲社會福利等等，當我哋將啲錢擺喺亞運嘅時候，啲社會福利就不斷被削減。我想問有方到底有啲咩直接關係？有方可唔可以俾出啲例子話咩？到底啲社會福利點樣係因為亞運而削減？係咪真係有料同你講話咩？我哋依家要搞亞運啊，所以呢啲全部福利咧，我哋唔搞晒。到底係咪真係有料可以咁樣證明咧？唔係我當有方係真係完全中間係冇直接邏輯關係喎。我哋完全可以入6000幾億嘅庫房完全可以照樣解呢啲民生問題照樣解，亞運正常解，呢樣嘢完全唔衝突。再睇有方第二個論點啊，同我哋講話咩吸
億人民幣，咁即係投入咗2000億㗎，佢已經可以話翻本咁樣拉動成個生產總值，同埋旅遊總收入都已經超過1800億人民幣，所以其實睇到係咩？政府唔係完全想自己收翻筆錢，係想要推動成個社會發展，推動呢啲旅遊啊、社會經濟等等呢啲嘢，呢啲等等嘅事。多謝各位。跟住係產科第一附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各位大家好，有方減完睇得嘅開支究竟係幾多啊？安保宣傳嘅支出係咪都唔使出？有方認為開支唔應該計埋建築成本，當年立法會數字淨係計直接開支300億嘅場館開支，當你已經唔使俾，淨係計宣傳、行政同保安等等嘅開支，但淨係呢一啲開支都已經虧蝕過百億。如果有方唔同意呢個數字，咁不如直接同大家計下條數，扣除贊助同門票收益，申辦亞運收入支出係幾多？點解唔會蝕錢呢？而且呢一份研究講緊喺10年後嘅時候做，隔咗咁多年通脹，開支只會變得更加高。每一屆唔同城市舉辦嘅亞運都出現超支問題，有方憑啲咩更有信心唯獨喺香港唔會出現超支呢？有方同我假設依家門票收入一定可以賺到好多錢，但係首先每屆亞運嘅門票收入都有唔同表現。結果好難估計，好似14年仁川亞運，雖然南韓過去已經有舉辦亞運嘅經驗，但係根據 BBC 14年嘅報導，就算包括開幕同閉幕表演，整體門票淨係賣出唔夠28%。咁有方點肯定香港申辦亞運嘅時候門票一定可以賣晒呢？而唔係好似南韓咁樣門票滯銷呢？其次，門票淨係佔整體收入嘅一小部分，就算你買到20萬張飛，每張門票500蚊，都淨係得個1億。對於過百億嘅支出嚟講，根本微乎其微。但係有方可以舉出一個數字，證明門票收入就可以抵消大部分成本呢？其實舉唔舉辦體育盛事，我哋當然要睇佢嘅品牌價值同成本幾高啦。如果呢個品牌價值對城市發展嚟講係咁珍貴，咁點解申辦過程見到任何競爭呢？有方一副會俾我方主辯嘅問題，因為佢哋都知道其他城市唔願意申辦亞運係件事實。其實正方認為成本效益嘅問題唔嚴重，係因為佢哋根本唔明白100億嘅支出係啲咩概念。就好似最新嘅施政報告，政府宣布取消中小學同幼稚園每個學生嘅2500蚊津貼，預計每年可以慳翻20億。舉辦一次亞運會，就算最後冇超支，蝕嘅錢都等於全港學生嘅5年津貼。如果政府好似名古屋同仁川亞運咁超支，咁呢一條數我哋要削減啲咩嘢嘅福利開支去填補呢？有方不斷同強調無形嘅旅遊形象，但係呢一啲無形嘅利益點解要通過犧牲市民嘅福利嚟交換呢？多謝各位。時間係2分37，冇超時。跟住係政科第2附辯，你有3分鐘嘅時間。主席，全部在座各位嚟到議事位置，首先由南北嘅人先。第一，今日有方仍然講緊超支問題，但係有方今日交出嚟嘅成本係咪完全係亞運必要嘅投資呢？其實韓都投2000億元係用嚟擴建城市嘅基礎設施，例如城市路軌交通啦、韓州西站啦。當韓州2015年被選為亞運主辦城市嘅時候，鐵路啦由3條路線啦，總里程81.2公里，到亞運會前12條路線，總里程516公里，增加咗幾倍。呢一啲正常社會發展就要有嘅建設成本，加入咗亞運成本，自然就高啦。但係我哋睇翻香港，啱啱結束咗第15屆全運會，香港都承辦咗8個競技項目，而且新起嘅啟德體育館、單車體育館等6個大型運動場館，呢啲都足以證明香港有足夠嘅基礎設施去舉辦，因此唔需要更高嘅成本去興建設施。呢點我方一副都有話過，香港政府有足夠嘅資儲備，同埋啦，香港政府可以擴闊亞運嘅成本，呢一點先確認先。然之後再睇翻收益啦，今日咧有方淨係注重政府收幾多錢啦，但係咧香港申辦2023年亞運嘅支出文件顯示啊，收入預算僅僅只有8.6
8.6億，但係大部分開支咧係需要由政府承擔嘅。但係喺經濟效益，顧問預計可以創造1.1萬個就業機會啦，吸引5至7萬名遊客。可見政府一開始嘅目的唔係自己賺錢，而係各方面推動經濟發展。例如啦，雅加達亞運會當期貢獻約190億人民幣嘅生產總額，分別來自基礎建設啦、投資一個項運動嘅舉辦和經營以及旅遊業啦。其實今日有方完全反對唔到我方第二點論點，就係社會凝聚力。其實有方都明白主場優勢可以令運動員發揮得更好，但係例如好似雅加達係之前喺亞運會有史以嚟嘅最好成績，之前亞運會唔喺佢哋國家舉辦嘅時候最佳成績，但係喺主場嘅優勢下，最高咧就攞咗31枚金牌、24枚銀牌、43枚銅牌。喺運動項目嚟凝聚風氣。當運動員攞得佳績，市民就會自然為之感到好自豪啦。又例如好似第5屆東亞運動會，係香港首次舉辦大型運動會，香港代表團以主場優勢獲得歷史性嘅26金、30銀牌，仲有53銅，一共110面獎牌。咁樣咧就可以促進市民嘅自豪感同埋歸屬感，從而咧就係社會嗰度，因此並嚟成立當地各位。時間8:04，而家進入自由辯，跟住反方二副辯，有3分鐘嘅時間。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啊！有方同學一直都唔肯告訴我哋咧，佢嘅開支究竟係幾多？咁係咪代表我哋就係為咗運動，即使落500億、1000億都得咧？唔係，我哋可以睇到嘅係政府其實只係1年撥咗79億俾呢個亞運啦。跟住我根據我方嘅資料啦，喺10年嘅呢個政府亞運呢個評估入邊啦，佢係需要145億啦，係足足多咗1倍㗎。你係咁當想由邊一方面去削減啦？而家我哋已經揀咗學生嘅津貼啦，唔通你係想係喺醫療上面，一定係喺呢啲基層人士上面減咧？俾出嚟到呢度，我哋可以從2個角度歸納成場比賽。第一，亞運嘅影響力同品牌價值有幾高，係咪絕對一定要舉辦？我方主辯一副提到亞運唔單止好似越南放棄名古屋一度退出申請，更加連續幾屆都冇競爭合得嘅城市舉辦，而有方全場點樣判斷呢啲事情咧？有方同學面對呢啲問題嚟到二副嘅位置，依然未解釋清楚點解國家放棄舉辦，冇國家競爭申請，都係依然等於品牌價值足夠高咧？所以我哋可以簡單攞一個結論，有方回應唔到，因為佢哋都知道亞運會嘅品牌價值越嚟越低。如果香港係一個初起步發展嘅城市，就算亞運會嘅品牌價值越嚟越低，或者我哋都需要做嚟提升知名度，但亞洲唔同國家都認識香港。但係香港有一定嘅聲譽，點解我哋仲有一個影響力越嚟越細嘅體育盛事去吸引唔知幾多旅客咧？雖然品牌繼續越嚟越低，但係佢有不同嘅一條數向大家證明成本係收得翻，甚至有錢賺，多咗錢點會唔好啊？但係問題就係有方計唔到條數啊嘛，連支出都俾唔到我哋，咁就衍生出第2個問題，亞運會成為香港帶嚟幾大嘅財政負擔。嚟到呢個位置，我哋可以確有一點，舉辦亞運會預算超支係常態，每一屆亞運會都以虧錢收場，只係爭著蝕幾多。但係對於呢個事實，有方同學點樣理解咧？當我哋可以仔細睇啦，26年嘅名古屋亞運會申辦過程，當時唔單止得名古屋同埋外資源聯合申辦，喺冇其他競爭對手之下，名古屋更加一度退出申辦，原因即係正擔心財政壓力過大，最終喺日本政府支持下，先至重返申辦程序。所以過去幾屆亞運已經證明咗事件係常態，更加有機會會影響本地嘅開支。當我哋見到亞運會越嚟越少嘅城市競爭，對佢影響力同價值都持續下跌緊。其他城市已經見到亞運嘅成本高得嚟又賺唔到錢，連申辦都唔願意去辦。點解香港反而人氣網取白將大量資源就係回報極低嘅亞運成咧？同埋有方同學全場都冇同我哋講開支係幾多，咁係咪對我哋用幾多錢去搞呢個亞運都唔緊要咧？但係我哋睇翻香港已經削減咗我哋嘅中小學幼稚園佢哋每年嘅250蚊津貼。如果政府有錢，應該仲要削減我哋津貼㗎，所以其實有方一直全場冇特話俾我哋知，我哋嘅支出究竟係幾多，我哋會蝕幾多錢？你哋呢筆錢有方同學又打算點樣去回本咧？係咪後續要繼續靠市民佢哋嘅社會福利去回本咧？多謝大家。
時發現有僱員從未發現，可以即場提出。主席，嘅話，主席，我想問下佢兩個使唔使坐翻喺個正確嘅位置？熟悉嘅話，辯員所屬嘅一方會俾每個評判扣除5分。請問相關疑問？如果冇嘅話，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員首先發言。我想問下，有方同唔同意？其實收益唔單只係政府，仲有旅行同埋社會經濟收益啊？係啊，有方同學計唔掂年數，我哋喺2020年嘅財政評估入面顯示，我哋舉辦亞運係需要145億㗎，而最後收分只係得9億，而呢9億係包晒所有嘅收入。請問點解虧蝕咁多仲要去辦呢？有冇可以睇清楚啲資料？我哋睇到係咩？政府預計自己收入嘅咁多錢，點解可以全部歸喺全部收入啊？會蝕130億，咁嗰啲錢要點樣回翻本呢？係咪應該扣除更加多嘅社會福利呢？到底扣除社會福利同埋舉辦亞運有咩直接關係？可唔可以有方交代啊？因為我哋可以睇到係每年政府只係俾咗79億俾呢個運動方面。如果你要投放100幾億過去，咁你係要從邊一方面攞錢呢？唔通只係真係跌落嚟㗎？有方話要喺其他地方攞錢，呢啲舉辦大型活動，政府可以自然可以特登投資多少少。依家政府庫房咁多錢，6000幾億，點解唔可以拎多啲錢先？有方同學，你話政府好多錢，咁點解政府唔俾翻我2500蚊嘅津貼俾我呢？你問翻政府，有方我答唔到你，你要問翻政府點樣？佢可以係因為其他原因，政府有方其實總之都係有方都係交代唔到到底社會福利同亞運到底有咩直接關係呢點我先確立。再問有方其實同唔同意其實亞運可以促進社會凝聚嘅？有方同學，我哋見到145億一年可以為40萬有基層家庭提供每個月3000蚊嘅津貼，可以維持呢啲家庭嘅溫飽。而家有方係咪看淡呢啲家庭嘅溫飽啊？咁樣都係完全冇關係。有方同學，首先啦，呢個整個活動係政府撥錢啦，但係政府而家1年只係俾79億啫喎。俾到運動方面，咁你點樣其他多咗1倍嘅嗰啲錢喺邊度嚟啊？你唔係從其他方面削減嚟，你喺邊度嚟咧？嗱，首先有方點都係斟酌話咩？一定係呢個79億打死咗咧，我就算舉辦咩大型活動，我都唔可以再添資落去㗎。首先想問，贊助商會唔會俾錢？呢度贊助商有錢咧？再講啦，有方同我哋講話，仲有講收益啊，收益今日講嘅收益，政府預算都有同你講咩？預計可以增加1.1萬嘅就業機會，呢啲唔係仲好可以幫助市民咩？你好同頭先我就講咗2500蚊啦，你叫我換翻政府嘛？咁如果政府佢有錢，佢就唔會俾我呢啲唔知2500蚊，唔通政府係想睇住我冇錢翻去？政府可能可以因為其他原因而唔搞呢啲，其實到底同亞運有咩直接關係？有方全場冇交流，真係唔想再同有方糾纏。到底有方同你再問第二次，有方同唔同？其實亞運可以促進社會發展嘅。咁知唔知145億係咩概念啊？問多次有方。145億係咩概念？有方係即係大概係同雅加達亞運差唔多嘅成本左右。咁有同學，我哋講翻你究竟開支係幾多啊？我同意啊，有方完全同意，就係有方講嘅145億嘅，有咩問題？係145億嘅，你知唔知蝕幾多啊？你嘅回本又係幾多啊？我已經同你講咗啦，政府唔係淨得政府收益嘅，有方係咪要睇翻旅遊等等呢啲推動社會發展呢啲嘢？但係其實我哋頭先講嘅9億咧，其實已經包晒所有嘅，甚至旅遊都包埋晒嘅。有方我所講嘅，我哋係包晒㗎。而我哋去睇到係蝕130億，呢130億你點樣回本？係咪之後再扣翻嗰啲社會福利去回本啊？嗱，真係再同有方講多次，人哋政府文件講嘅9億係政府自己收益，唔代表仲有其他啲旅遊等等。有方政府已經預計咗當到時候有旅遊收益嘅時候係會有更多其他旅遊收益啊，推動經濟總值等等。有方唔可以再糾纏啊！再問第3次，有方再唔答，係咪其實亞運可以推動社會凝聚？唔可以推動社會凝聚啊！因為如果我哋而家香港啲冇錢你去辦，你蝕130億，你呢130億你點樣回本咧？你點樣保證佢哋之後仲會再嚟香港？而且佢而家已經冇錢啦，你點樣保證佢後續唔會似越南咁樣放棄申辦，反而會係損壞咗我哋嘅旅遊形象咧？第一，咁今日有方完全唔聽我方講嘢，我方同你講咗咁多次6000幾億嘅庫房收入到底點樣唔夠？有方全場冇諗住理我哋，我方啱啱冇揾到之後，而家同你講翻啦，因為
其實自己嘅收入就僅僅8.6億，但係咧佢預計係可以提供1.1萬個就業機會，吸引5至7萬個旅客。喺嗰時嘅10年嗰時已經預計咁多，再唔好講依家香港起咗咁多設施，增加咗咁多嘢，旅遊次數自然，旅遊客等等自然會多，自然收益咪多咯，又方。咁我哋頭先嗰9億，其實佢確實係包咗旅遊方面嘅，同埋想問下有冇如果我哋股份衝突，點解唔俾我哋2500張貼？你點樣解釋到啊？對方都冇回應到我哋嘅冇亞運可以促進社會凝聚力，咁我哋呢方先呢點先確立？我覺得香港如果香港2038年經濟變差嘅話，會唔會好似越南咁樣越搞越退辦啊？想問到底有咩類比性？啱啱我講啲咩杭州等等收益，有方又同我哋講話香港唔一定做到收益嘅。正方以用盡佢發言時間，請停止發言。反方而家上完。反方而家上完11秒，可以自由派出言發言。有方今日就計唔掂條數啦，連收益幾多同埋支出幾多都係我方同你哋講㗎，冇話你哋要辦冇話你哋要辦亞運啦，你哋連要使幾多錢、蝕幾多錢都唔知啊，仲同我哋講要辦呢個亞運。並且有方認為咧，想話香港同越南係根本冇類比性啦，佢經濟係咁，所以有方係咪想同全港市民賭一鋪咧？但以香港依家呢一個財政負擔，我哋又係咪可以賭到咧？當香港2500蚊津貼都喺度削減，公立醫院又喺度削減，喺多方面嘅市民福利都開始削減，咁有方邊度嚟嘅支出？邊度嚟嘅收入可以繼續搞亞運咧？有方一直就話我哋呢個2500蚊同我哋呢個亞運會係冇呢個直接關係啊嘛，但係如果我哋對唔對？反方嘅發言時間亦都之後辯論環節結束。在座各位有冇發言台上未發言？如有人提出，請指出未發言嘅情況解釋。主席，我想再要求多次，就係我相信座位係編排好咗嘅，即係主辯啊、副辯嗰啲，所以就算係團隊交流嘅時候，都請大家可以咧坐翻喺自己原本所坐。好，咁而家進入結辯環節，雙方結辯。我想問下係咪2分鐘嘅準時？係。雙方結辯有1分鐘嘅預備時間。預備時間結束，先由反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嘅時間。本在各位大家好，對我嚟講做運動係一件好事，但如果每個月要花費幾千蚊請一個教練一對一指導，我寧願落去樓下運動場跑幾個圈。我都會注重自己形象，但如果要我花費幾千蚊買一件名牌，我寧願揀一啲平嘅牌子，質到個人乾淨見你就已經好滿意。亞運會對一個城市嚟講就係一件名牌，着上身可能會靚少少，但係值唔值得俾呢一大筆錢先係最大嘅價值觀分歧。東北亞、東南亞嘅唔同城市對於着唔着名牌嘅態度都十分之明確。件衫太貴，佢哋着唔起，咁仲有啲咩嘢城市着得起呢件衫呢？中東國家。
但係呢班油王城市連搞個電競世界盃都隨手抌咗1億美金出嚟做獎金，好可惜香港冇辦法好似佢哋咁豪爽，可以唔計成本咁樣做唔同嘅世界級賽事，凡事都要計一計數，睇下成本效益。相信唔同時代背景下討論呢條議題都會有唔同嘅結變。例如2010年香港啱啱過完金融海嘯，經濟開始變好，見到廣州舉辦亞運會嘅成果都好似唔錯。但係就算嗰個時間點，市民嘅支持率都只係不足30%。其實背後嘅原因好簡單，香港人都好清楚，今日要決定10年之後嘅亞運風險其實好大，保守嘅取向遠比盲目嘅樂觀嚟得好。我方唔認為10年後會咁唔好彩，再嚟多次世紀疫情，但我哋都冇辦法論證，亦都唔希望發生。但同樣雙方都冇水晶球，2038年嘅香港經濟狀況又會點呢？唔好話10幾年之後嘅香港啦，下年嘅香港會唔會繼續有赤字呢？樓市又幾時開始復甦呢？我相信700萬人入面冇人夠膽話佢知道答案。討論政策應然性時考慮到2點，做最好嘅準備，做最壞嘅打算。但係亞運會嘅不穩定性實在太高，最壞嘅打算只會俾我哋一個兩難局面。第一，當經濟好似而家咁差嘅時候，財政開支高企，但係又成功申辦亞運，咁我哋係咪應該好似越南咁樣，即使損害香港旅遊形象，都要臨時棄辦亞運呢？第二就係我哋要好似名古屋咁，財政預算升咗3倍，其他支出點減都減唔到幾多，為咗旅遊形象4隻字，唯有夾硬孭上啲大筆財務開支，犧牲社會福祉，呢2個最壞嘅打算，我哋都冇辦法以最好嘅準備嚟解決。唔通削減安老開支嘅時候，我哋同啲長者講唔緊要，等多幾年就有亞運睇㗎啦。唔通削減教育開支嘅時候，我哋同啲學生講唔緊要，好快就有亞運睇㗎啦。呢個講法聽落去好荒謬，但係想像下喺另一個平衡世界，香港喺2010年成功申辦亞運，2023年嘅亞運仲係杭州，喺香港至於2223年嘅財政赤字又係幾多呢？1300到18億，喺嗰個平衡世界之下，我哋都見唔到點解政府唔需要再進一步削減福利，去填補亞運帶嚟嘅支出。香港已經樣樣都減，政府淨係想1蚊都慳到最盡，但係申辦亞運根本唔符合慳錢嘅目標，反而有極大嘅矛盾。企喺一個城市幾百萬人嘅角度嚟諗，今日嘅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各位。時間係3分41秒，最後由正方結辯總結，你有4分鐘嘅時間。各位，其實今日正反雙方嘅分歧主要係2個方面，係經濟層面同埋社會層面。喺有方心目中係難做就唔好做啦，但係我方明白其實唔係難做之餘，仲可以帶嚟經濟效益嘅喎。咁其實呢個都對成個香港有利，咁點解我哋又唔會做呢？咁有方不斷喺度強調話香港嘅財政負擔其實係唔夠嘅，係一路都有財政負擔，而我哋所以就唔應該搞亞運。但係問題係有方根本冇交出數據話香港嘅財政負擔究竟有幾多呢？咁同埋有方不斷強調話香港俾到體育嘅預算係得79億，但係問題係舉辦大型活動係涉及喺旅行甚至係其他方面喎。咁其實呢個唔係應該係同一個預算方面，而唔係淨係得79億嘅預算度咯。加上其實有方都喺度講。係2010年香港係冇搞到嘅，但係其實2010年香港係有金融海嘯，其實香港嗰陣時可能受金融海嘯而冇錢㗎，但係問題係而家我哋香港係冇一個經濟嘅困難嘅事件，而係我哋而家香港係完全冇金融海嘯㗎。咁其實申辦亞運呢，其實今日有方都冇睇清楚政府自己做嘅研究啦。其實亞運可以用翻現有嘅設施，喺2010年嘅研究都顯示咗，香港如果要申辦2023嘅亞運，除咗啟德體育園以外，其實都淨係需要興建多2個新嘅體育館同1個體育場，其他淨係需要將現有嘅體育場館進行修葺就可以啦。因此其實亞運嘅開支其實冇
有方諗得咁大喎。況且其實亞運嘅比賽項目同全運相若，而全運嘅選手人手甚至更多嘅時候，唔明白點解今日香港係搞到全運第一，一定就搞唔到亞運啦。其實今日有方擔心，其實亞運係賺唔到錢啦，但係其實睇翻現有嘅案例嘅咧，亞運嘅收入咧都係巨大喎，而且亞運嘅經濟效益甚至係更多唔係反映喺政府嘅庫房上面，而係成個社會嘅經濟上面，旅客多咗，消費多咗，唔會直接令政府收多咗稅，但係就會令成個香港整體經濟上好，帶動相關嘅產業。咁點解我哋喺有錢賺嗰陣時，我哋唔去申辦亞運呢？咁其實我方都好清楚，亞運嘅匯報係明確嘅，前場交到好多嘅案例，其實話俾大家知，歷屆亞運其實都係賺錢嘅，就連今日有方好擔心嘅項目，其實都係因為基建唔足，所以先會使咁多錢。咁當今日嘅基建設施已經完善，咁成本就唔會咁高啦。咁而香港嘅搞亞運嘅經濟匯報其實都係會大翻嘅。咁更重要嘅係，如果我哋想連結翻個社會，令到香港更加團結，咁又有啲咩手段可以令到運動更好呢？仲記得上年奧運我哋一齊捱眼瞓睇張家朗、何詩蓓嘅比賽，咁今年全運會首球隊嘅故事係激勵人心，港足輸波咗，無數嘅球迷徹夜難眠。運動本身就有咁大嘅感染力，就係如此扣人心弦。咁點解？咁何況我哋自己舉辦呢？咁記得我哋早幾日踏屯馬線經過啟德附近，成車都係紅色衫嘅人，我哋就知道今日係港足嘅比賽。呢一啲話題性又點會同隔住個屏幕相比呢？更何況主場優勢對運動員創造佳績亦有幫助，連張家朗都話今年全運會主場出擊，獲得嘅市民打氣係最大優勢。首球隊比賽門票係一票難求，最後佢哋都創下咗歷史佳績。單車選手李思穎都話咗，主場比賽無疑係多咗一份歸屬感。當代表更好嘅成績，市民嘅關注度自然更大，而對於團結嘅社會嘅幫助都更大啦。咁呢點縱觀全場有方係完全冇反駁到嘅。咁當申辦亞運所帶嚟嘅經濟回報同社會效益都係咁大嘅時候，咁點解有方仲有咩理由可以反對香港申辦亞運呢？多謝各位。時間係3分48秒，比賽告一段落，大家請留喺原位稍等一下。係評判最佳嘅辯論員需要額外嘅名單。請每位評判喺今日8位台上嘅辯員入邊選出表現較為突出嘅3位，再分別給予分數。最優嘅一位前30，次優嘅一位前20，剩低嘅一位前10。我想問 GPS 扣幾多分？唔係 GDP 扣幾多分？正常係扣1至5分，由評判決定。其餘嘅5位同學唔使填寫。計時員會收集評判分子，攞去中央計分室計分。雙方可以同一個派一位台下代表去監察計分過程。先啦，咁咧就大家就係我哋講下嗰啲啦。OK， 好咁啊今日雙方咧其實都即係好盡力㗎啦，我見得到。咁啊都係比較即係可能經驗上
上錢啦，咁啊但唔緊要嘅，都相信大家呢個天花板可以好高嘅。係啦，咁啊今日雙方嘅打嘅東西咧非常之正路嘅，咁啊正方一係錢一係文化啦，一個就有溫度啲，一個就冇溫度啲嘅論點啦。咁啊其實前場嘅時候咧，咁啊主編可能太緊張啦，咁就有啲快啊，咁所以咧就盡量可能幫佢 cut 一 cut 到，咁啊有啲其實唔係好關事嘅，可以 cut 咗佢嘅，即係比如話社會凝聚力嗰個咧，嗰啲巴黎奧運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係不太關事嘅，因為嗰個即係你就算講完，我其實泛科係可以好好攻擊，咁 English 今日冇，今日泛科由頭到尾都係講錢嘅，咁所以變相就係對於正方第二個論點咧，其實冇乜太多回應。English 我唔覺得佢論點二係強嘅，但係你唔回應嗰下就太乖到有啲你攞唔到分。咁啊，比如話係佢講巴黎奧運咩有6成人好自豪啊，咁你咪係巴黎搞，你喺邊度搞？香港隊只要係張家朗出，只要佢攞到金牌，有邊個香港人唔自豪㗎？咁點解一定要係香港搞啫？咁呢啲位置其實可以查走佢，好過個主編喺度飛車，係啦。咁啊，我覺得呢個位係因為佢飛車咧，導致係有好多嘅，即係飛車就係講緊講嘢好快。OK 咁嗰個成個論點其實唔係好聽得清楚，因為後面嗰幾攤嘢其實係關事嘅，即係香港以往搞嗰啲咩運動會，嗰啲運動會個社會凝聚力更好，其實嗰 part 先關事。前面巴黎奧運咁唔關事，咁啊同埋仲有機會俾人打翻轉頭，咁啊跟住咧就係同埋我覺得喺論點上，你第一個論點咧有啲傻豬嘅，點解？因為你攞嗰啲收入咧，全部都係啲好細嘅收入，即係例如門票啊 ticketing 啊，又或者係啲廣告啊，咁真正大嘅，咁其實我見得到係營造緊一個層次感嘅，即係嗱最膚淺咧就門票，再高少少咧就有廣告喎，仲有更多無形嘅咧就係周邊經濟啦，咁樣佢嘅鋪排係咁樣嘅，咁咁當然你嘅重點一定唔係喺門票啦，因為你自己計完條門票你都知道一定蝕啦，係咪？咁所以其實嗰啲你不如一係就輕描淡寫一啲，個筆文應該重啲放落去周邊經濟，因為嗰啲先難論，即係嗰啲對方先難反對啊嘛，係咪？咁即係擺位上面可以處理得好少少。咁跟住到反方啦，咁反方咧其實就兩個 point 其實我覺得個好相似，即係個感覺就係、當然OK 啦，因為一開始就打開，其實一開始我反而覺得係你先講咗你要贏嘅關鍵係在於邊度。主編一開始講話，你個亞運搞2至3個星期，所帶嚟嘅旅客都係短期。咁你點樣確保之後會翻嚟香港再玩啊，再繼續旅遊啊，長遠經濟收益？咁我覺得呢啲位置先至係你應該更加大力打落去嘅位置，或者去到後尾點解佢就算賺到錢，我俾佢7除8個賺到錢，你都唔應該做，因為太短視啦，太短期啦。咁呢啲 message 係應該喺後面嘅位置越打應該越出嘅。咁但係好遺憾今日冇，全部都係重複緊前場。我哋冇咗2500蚊津貼啊！即係人哋講幾廿億，你又講2500蚊，咁即係唔係錯？咁但係個數字可唔可以宏大？即係對標少少，人哋億你就用翻億，係啦。咁樣去對呢個感覺先至打得強啊！係啦，跟住咧去到後尾咧就係總之就係講話會蝕錢啊，咁多國家都蝕錢啊，咁多城市搞好都蝕錢，點解香港唔蝕啊？咁呢一個拗位咧，即係大家拗咗好耐啦，係去到正方嘅二副咧，其實先有明確啲嘅講法嘅，因為一副都有少少嘅，但係講得唔清楚。二副就講得好明顯，就係因為以往嗰啲國家或者嗰啲城市之所以搞，係因為佢哋全部都係啲2、3線城市啊，佢哋要借勢起埋個基建，所以佢哋要由零開始起嗰啲鐵路，咩杭州由3條變12條咁樣，咁所以佢要用嗰啲錢嚟起埋條鐵先咁貴啫嘛。咁你香港個個地方都有地鐵㗎啦，咁你今年全運啊，你都唔使起多一條新嘅鐵路㗎，咁所以咪平啲咯。嗱，人哋嘅講法係咁，但好明顯啲係聽唔明佢講乜嘢，咁就淨係不停咁樣發話其他國家都蝕喎，其他國家都蝕喎。咁佢有講過點解其他國家唔好嘅？當然佢啲用字冇咁好啦，所以佢語言運用嗰個位係低分嘅。咁但係佢內容上面我明佢講乜嘢嘅，咁即係內容咪高，咁所以用字咪低，即係我個記分就係咁樣樣。咁跟住係啦，咁所以係人哋去到即係佢前場輸好多，因為佢即係一嚟啦，主面好影響，即係好坦白。係啦，咁後場佢哋會拉翻少少，你哋後場就會輸好多啦。OK 啊，因為不停咁重複嚟去都係2500嚟去都係杭州蝕錢，點解你香港唔蝕？所以好單調，好重複，好冇其他新意嘅。係啦，咁另外就係
對方咧其實就住你嗰兩個 point 都有打過嘅，即係比如話係問你點解我擺錢落亞運就一定要喺醫療嗰度上，喺教育嗰度上，跟住咧佢用嘅概念咧，咁不過我諗你雙方對嗰啲字眼其實唔係好明係咩意思。例如你講所謂6000幾億嘅財政儲備，你哋講嘅係香港現時嘅財赤係咩？唔係財赤，唔係破產，財赤係我嘅收入應付唔到我嘅支出，但我可以好有錢。例如啲富婆係唔使做嘢，佢係零收入，但佢係好多支出嘅，佢要買手袋、買成買物、食嘢都要錢嘅，咁嗰個叫財赤。但對方講嘅係我哋政府本身底氣好強，大把錢揈。佢係一個富婆，只不過係一個冇收入嘅富婆。對於一個富婆嚟講，抌幾廿億落去，抌幾百蚊落去，搞個亞運有咩問題？個社會團結啲，甚至乎有得賺添。佢嘅講法係咁 ，OK。所以去到呢個位置就係對大家一嚟啦，對財政儲備、財赤、經常性收入、經常性開支呢啲嘅概念根本就係即係亂晒大龍，即係你容許我直接啲講。咁所以就變相一場好冇交通嘅比賽啦。咁啊，你呢邊就係咁講話，我哋有好多錢好搭水啊，哈哈哈哈哈！呢邊就係咁講，我哋財赤啊，我哋冇咗2500蚊學生津貼啊，哈哈哈哈哈！咁個結論係啲乜嘢咧？就係、究竟我可唔可以成為一個好有錢嘅富豪，等個亞運出嚟？點解話係我要即係計住我嘅經常性收入係不足以應付呢一個嘅突然嘅一次性嘅開支咧？咁呢啲位置係雙方好混亂啦，咁亦都係 concept 唔清嘅位置啦。咁啊，跟住去到後尾就係嗰啲9億究竟計咗旅遊收入未啊？咁如果即係嗰邊就旅遊收入咧，哇！杭州4000幾億啊！嗱，對方係咁削，嗱，你應該要學下對方。對方咧去到後場咧冇乜 prep 嘅情，即係唔好講冇乜 prep，係啦，或者嗰啲即時反應咧就係話俾你聽都唔係即時嘅，都 prep 就係話你哋嗰啲開支咧其實係報大數嘅。咁其實你都同人哋可以話你嘅收入都係報大數㗎。你留意一下佢杭州嗰個，即係或者你聽唔到佢講乜啦，係咪？咁你 prep 過㗎嘛？杭州搞亞運嘅時候，根據佢嘅講法啊嚇，應該係連國慶、連中秋嘅。喂，咁你喺旅遊旺季搞，你實高㗎個帳目，你仲要喺中國內地喎，中國內地嘅國慶、中秋喎 ，OK， 放大假放7日喎。咁當然嗰個地方嗰個 period 一定係多經濟收入㗎啦。你香港申辦2038年亞運，你喺邊個情況搞先？邊個月份搞先？你如果係10月，咁其實都係你招來嘅客都係內地嗰班啫，係咪？咁啊，另外係啦，咁呢啲位置你可以削啦，係啦，咁所以變相就係兩邊好有待進步，尤其是聆聽方面啦。咁另外資料運用方面就好重複啦，即係其實唔單止係醫療教育啊嘛，咁你仲有項目嗰啲，即係你都係打開㗎啦，就係錢咧就係得咁多，擺咗落呢度就擺唔到嗰度。你都係由呢個 concept 嘅話，其實係咪可以多元化啲講啲多啲香港更重大面對緊更嚴苛嘅問題，即係人口老化。例如你講短期同埋長遠啊嘛，咁但係長遠係講緊成個醫療開支啊嘛。所以就係你嗰啲短期收入係唔能夠 cover 我嘅長期開支，即係類似有啲咁樣嘅講法咧，我就會覺得比較完整一啲 full 一啲嘅，係啦。咁啊呢邊就既然你係前場輸嘛，咁其實前場嘅位置就應該準備得好啲，尤其是你已經係正主，咁啊如果正主經驗淺嘅，後面嘅同學仔就可能會幫佢多啲手啦。OK， 咁我覺得呢個位置就係、即係團隊合作，唔係調下位傾下偈，咁我就會俾得高分。係真係從你嘅稿件，從你對你嘅隊友嘅幫助底下咧，呢啲位先至係我更加 treasure 嘅地方。係啦，咁啊大家同意係咁。好多謝潘老師嘅評語，而家請范小姐給予評語。頭先潘老師嘅評語咧，我好多都好認同啦。咁可能我講啲比較仔細啲嘅位置，就係喺你哋嘅位置入邊，如果想做推論或者做反駁嘅話，我覺得一個仔細啲嘅圖文可以點樣做啦？咁首先，我可能順住嗰個發言次序講，我首先講咗正方嘅主辯先啦。咁正方主辯，你第一個論點就係想塑造到，如果香港申辦咗2038年奧運同埋中咗之後咧，咁佢就可以為社會帶嚟好龐大嘅經濟效益啦。咁但係我覺得喺呢方面咧，你好多，我覺得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你係有用好多嘅資料，但係呢啲嘅資料可以為香港應該申辦2038年奧運帶嚟啲乜嘢嘅結論咧係欠奉嘅。
咁例如，譬如其實去到你一二副嘅時候，我聽得出你好想，即係你覺得個重點就係講緊個收入唔係在於政府袋咗幾多錢，而係政府透過搞奧運、搞亞運，然後吸引咗好多外地嘅旅客嚟香港，佢哋消費喺酒店住宿或者喺個場館附近嘅飲食，呢啲嘅經濟效益，你覺得對於整體社會嚟講係重要㗎嘛？咁因此，你覺得即係所以，如果即係用翻你哋個手向啦。喺你眼中，政府抌咗百幾億落去搞亞運，呢筆嘅成本雖然唔係話要預回本啦，但係佢個目標，佢本身就諗住燒落去，然後等個經濟效益可以喺社會入面唔同嘅酒店業或者旅遊業度，呢啲嘅產業係可以受益㗎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一嚟我覺得個推論係欠奉嘅，即係咪可以講多啲例如你覺得預計會受益嘅會係啲乜嘢咧？可能例如係你而家預計亞運嘅項目好多都係啟德場館附近去做，可能係啟德附近嘅飲食業，酒店好似冇乜啦，啟德附近，但係飲食業咁，或者你預計受益嗰個持份者係啲乜嘢咧？因為唔單止係正方啦，去到唔單止係主辯啦，去到一副二副嘅時候咧，我唯一聽到相關嘅關鍵字咧就係旅遊業嘅嗰啲嘢啦。咁嗰啲嘢係邊個咧？個持份者係邊個咧？咁我覺得係需要講得再仔細啲嘅。咁或者例如如果用一啲簡單啲，或者可能平時你哋會接觸過，係咪叫平時會接觸過？即係譬如可能而家好多嘅國家點解要爭一啲巨星嚟佢哋嗰度搞演唱會？譬如 Taylor Swift 點解新加坡要擺咁多錢去請 Taylor Swift 過嚟，仲要獨攬埋個東南亞主辦權？個原因就係因為世界各地嘅人真係會飛去，然後航空公司又賺錢，酒店業又賺錢，飲食又賺錢，等等等等嘛。咁當然我唔係話你要用 Taylor Swift 個例子擺喺你個開辯入邊用，但係我覺得呢方面嘅概念你要有，因為你要有呢啲嘅概念嘅，你要有呢啲例子喺手，你先能夠將嗰個嘅原理啊應用喺你一二副等等嘅位置，然後再去到展述啊嘛。咁如果你係講得出呢啲嘅原理，即係你講到你搞咗亞運，預計有幾多人嚟，然後佢哋會喺邊啲方面度用錢嘅話，咁你喺應付對方所打，你話而家百幾億就蒸發咗啦，然後你嘅收入淨係得9億都回本，政府自己都回本唔到嘅時候，你個應付就可以係簡單啲，即係一嚟你回應嗰個反駁啦，二嚟你展述方面嘅分數係會高啲啦。咁然後第二樣嘢咧就係你個論點二啦，咁你想講嘅就係透過申辦亞運可以提高市民嘅凝聚力，咁個社會就會更加團結啦。咁但係咧喺你個論點推論上面咧，除咗一嚟太快之外咧，有兩個好明顯嘅問題。第一個問題就係咧，你會發現你一開頭你用個例子係講一個巴黎奧運嘅時候嘅訪問，就話好多嘅市民受訪就話對於香港嘅代表隊感到好自豪啦。咁好似頭先潘老師話齋啦，咁係對個代表隊感到好自豪嘅啫嘛，唔係講話對於香港決定申辦奧運呢件事係感到好自豪。咁所以如果個自豪嘅原因係代表隊嘅話，咁呢個例子聽落去就唔係好關事啦。咁再嚟就係你講完呢個巴黎奧運嘅例子之後，你會發覺你下面突然間講咧，又會講一啲杭州做咗呢個亞運嘅時候，佢用咗幾多錢，然後收益幾多啊等等，咁係同你個論點係唔關事。然後講嗰下咧，突然間又再翻去主場優勢喎。咁即係個明顯嘅問題就係你嘅論據同你嘅論點其實唔係好對應啦。咁如果我覺得你真係想講凝聚力嘅話，咁我唔肯定啦，我估你個推論係想講話如果你係做主場嘅話，咁啲運動員就會攞更多嘅獎牌啦。咁而過往經驗咧，就係當香港嘅運動員攞到更多獎牌嘅時候咧，你就會個市民對於個自豪，對於香港嘅自豪感就強啲，咁自豪感強啲咧就會更加團結啦。你個推論會係咁樣嘅，如果一個更完整嘅説法，咁當然啦，中間我覺得係咪一個好嚴謹嘅推論咧？坦白講，我覺得並唔係嘅。如果你真係想講可以提升到市民整體嘅凝聚力嘅話，係咪一嚟你要講下點解我哋需要有呢個凝聚力先？即係點解我哋突然間要抌百幾億就係為咗提升市民凝聚力咧？當中有咩原因喺度咧？咁第二樣嘢，你引用一啲例子嘅時候，係咪可以講下其他國家申辦呢個亞運嘅時候？我唔肯定係咪真係有呢個資料啦，因為我係冇準備過呢場比賽啦。咁但係我覺得一啲比較關事嘅資料會係其他國家申辦奧運前後，係咪啲市民對於自己國家嘅凝聚嗰個嘅自豪感或者團結程度係強咗咧？我覺得會比起你今日用嘅本身喺個論點入邊用
係會更加強同埋有力嘅。而呢個論點其實去到後邊嘅時候都唔係好有，都唔係好有特別大運用到啦。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呢個係咪一個你哋覺得係對你哋嚟講係真係一個好有優勢嘅論點啦。咁同樣地啦，我覺得剛才我挑戰正方所講嘅論點嘅問題咧，其實我會期望反方你係提出到出嚟，因為我哋今日唔係淨係要反對佢個論點啊，即係反駁最簡單，就算係你冇 prep 過你自己嘅站方都好，你係可以透過挑戰對方嘅論證步驟去攻擊，然後獲得分數㗎嘛。咁但係我覺得今日反方做呢方面嘅挑戰就唔係挑戰得好夠。咁但係我覺得喺正方攻辯嘅時候，嗰個挑戰係極好，但係一陣間我再講啦，唔好意思，我想講得仔細多啲嘅。咁然後咧就去到反方主辯啦。反方主辯就會即係兩個論點啦。第一個就係講話好難去提升香港嘅旅遊形象嘅，因為呢個嘅亞運係一個短暫嘅活動啦。咁第二個論點咧就係講個成本效益唔係好高嘅。咁其實我自己建議咧，我覺得兩個論點個次序會調轉會好啲，因為你去講第一個論點話佢好難成為一個提升旅遊形象嘅時候咧，你背後講嘅嘢都係想講話建設成本效益唔高啊嘛。咁同埋你當中有用到嘅資料咧，就係講話2018年嘅時候同埋2023年嘅亞運都係冇其他國家想申辦嘅，咁就冇競爭啦。咁反映嘅就係大家都覺得亞運呢個嘅活動搞嚟冇用。咁但係點解會搞嚟冇用咧？其實你翻返去背後嘅原因都係因為佢個成本效益低啊嘛。咁我覺得鋪排嚟講，你不如先講話舉辦亞運本身係成本效益低，然後之後再講話難以提升旅遊形象咧，我覺得會係一個比較順嘅講法嚟嘅。咁但係啦，喺你去論述即係你使用一啲資料嘅時候，我覺得個論述都係欠奉。即係例如係你講話第一個論點咧係講話香港2010年嘅時候有60%嘅市民都反對申辦亞運，我會有興趣想知個原因係啲乜嘢咧？因為去到反正方結辯嘅時候，佢都有嘗試提出過，即係2010當然我唔肯定個原因係啲乜嘢啦。咁你可以話可能08年金融海嘯之後。當年市道低迷，我唔肯定2010年係咪完全已經回復翻啦。咁但係當年嘅社會條件同今日嘅社會條件可以係完全唔一樣㗎嘛。咁即係同你自己都會講啦，去到2038年嘅社會條件都唔清楚㗎嘛。咁所以我會想知嘅係，當你講話15年前有60%市民反對申辦奧運，當年反對嘅原因到今日係咪成立咧？呢個係我會想知嘅，亦都係我覺得你個論證先會有效。咁同樣地咧，好似正方咁講，即係我啱啱俾反方建議就係你要去做挑戰，你要先挑戰對方嘅論證步驟㗎嘛。咁你亦都可以挑戰嘅係，就係你用一個16年前嘅民調去話當時啲人反對啦。咁一嚟你可以問佢嘅反對嘅原因係啲乜嘢咧？第二樣嘢係當年佢反對嘅原因或者條件今日係咪仲係成立，或者去到2030年係咪仲係成立咧？我覺得呢啲簡單啲嘅問題都係可以去問。咁然後咧就去到個成本效益低個位啦。你去論述個成本效益低嘅時候咧，主要係講門票得9億啦。去到後面就好似越講越多，因為我記得9億一開頭講門票，但去到後邊又包埋咩旅遊收入啊等等等等。啲資料用嘅時候，大家要 align 啦，即係要一致啦。咁 sorry 喺度岔開少少講，即係你會發覺去到後期嘅時候咧，正反雙方對於個9億嘅收入究竟嘅內容係包括啲乜嘢係有分歧嘅。正方會話嗰9億係只係講緊門票。反方會話9億唔單止包門票，佢仲會係包埋旅遊業嘅收入。因為我冇 prep，所以我真係唔肯定。咁但係我覺得一個比較有效去處理呢個分歧嘅方法，就係你有個資料，你直接去引用翻個資料，幾多年邊一個部門嘅數字，佢個原據係啲乜嘢咧？咁係一個比較有效去拆個數字嘅方法嚟嘅。尤其是今日雙方即係個門票是否9億對你哋嚟講都好關鍵啦。因為如果反方你唔能夠去企硬話個收入淨係得9億嘅話，咁正方聽落去嗰個嘅成本效益就感覺上會高啲嘛。咁係咯，呢個資料運用方便啦。但係翻返去講頭先你嘅去論述成本效益低嗰個位咧，你主要去講嘅方法咧，去到一言輔導係啦，就係不斷去講話而家香港有赤字，咁然後政府都已經不斷喺度削減緊其他方面嘅開支，從而去論證而家嘅赤字好嚴重。咁第一個最直接嘅方法，可唔可以講個直接個赤字有幾嚴重咧？呢個第一啦。第二樣嘢，你係咪可以攞個赤字同你口中嘅嗰個搞亞運會蝕錢嘅嗰個，例如可能100幾億啦，或者300幾億啦，去做對比，去佔幾多個 percent 咧？
我覺得會係一個比較直接嘅方法嚟，就唔好大家不斷喺度 loop 話政府而家 cut 緊開支啊，即係我知佢 cut 開支，咁但係 cut 開支背後有原因就係個赤字嚴重，咁不如直接講個赤字而家係有幾大先啦。咁然後咧就會去到公辯嘅位置啦。我覺得公辯嘅位置咧，今日雙方係會有啲難處理，個原因就係因為雙方嘅對手咧都可能冇乜準備啦，或者經驗尚淺啦，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咁變相大家可能本身有啲嘅策略都未必會做得，未必落到啦，或者可能喺你嘅角度就係落得好完整啦。咁但係咧，我有少少嘅建議，我覺得大家去打公辯，去嘗試去開一個新嘅戰場，咁同埋嘗試為個戰場做修理嘅時候咧，啲論述要講得好，要講得仔細啲，唔係評判真係好難跟。我而家就咁攞一啲嘅例子去講啦。而我覺得我以下落嚟講嘅説話咧，喺對於一二副嘅建議都會有用嘅。咁例如我先攞正方嘅公辯啦。咁你第一條問題就係話，而家我哋講到有4000個大概係咁樣樣啦，我唔係好抄到exactly 你講咗乜嘢字。你講話而家我哋已經有4000幾萬人次咯，點解吸引力會唔夠咧？咁好啦，咁可能你真係好清楚自己知道自己嗰個4000萬字係乜嘢啦。咁但係其實評判唔係好明嘅。咁我覺得你可以完整啲嘅係先搬翻剛才反方你想挑戰佢嘅部分出嚟先。例如係剛才有方同學主辯佢話亞運嘅吸引力唔夠，咁所以香港就算申辦成功都只係會蝕錢。但係我哋有乜嘅資料顯示，而家我哋可能總共會吸引4000萬人次。有方同學點解你可以話4000萬人次係一個吸引力唔夠嘅表現咧？你咁樣講嘅話咧，一嚟係比較具體啲啦，我起碼知道你想開嘅戰場係啲乜嘢啦。都唔係一嚟啦，即係呢個係我最直接要做嘅效果，唔係我成日都要估咧，就唔係好明你發生緊啲乜嘢事，同埋個語言運用嘅分數係會高啲嘅。咁又例如第二句你就會打啦，而家本身有300億，咁而家啟德已經起好咯喎，係咪呀？咁樣啦，類似咁樣。咁但係你真正想講嘅係，有方同學挑戰覺得香港唔應該申辦奧運嘅原因係成本高，佢話要有300幾億，咁但係300幾億入邊已經有8、9億係，我唔係好記得係咪8、9億吧嚇，8、9億係啟德，而啟德已經起好。咁想問有方同學，剩翻嗰100幾億，你同 Angel 可能係咪政府可能都係一直申辦唔到，咁或者係剩翻嗰百幾億嘅話，係咪比起原本嘅預算嚟講係低咗？咁啲問題要詳盡啲嘅，我會比較理想啦。咁呢個只係講緊文嗰部分，咁之後我會再講結論。例如你想講個啟德個結論，我覺得公辯個問題就係、是、好多時你個結論嘅方式咧就會用已經確立咗或者已經確認咗啦。咁但係確立同埋確認咗啲乜嘢咧？咁譬如我攞翻剛才講啟德個例子啦，有幫同學好擔心嘅開支嘅部分，其實可能2/3都係講緊當年冇啟德場館，但係而家已經起好啦。咁所以個結論就係、是、有幫同學話。可能你嗰個搞亞運會超支，咁但係超支嘅因素已經唔會出現啦。我當咁樣先算啦，可能我個論證比較粗心，冇呢啲資料喺手啦。咁但係我覺得你講個説法完整啲係會好過你每一句落嘅結論都係確立咗同埋確認咗，係啦。咁或者係民生同埋亞運冇衝突，呢個係你另一個落嘅結論啦。咁但係可能你想落嘅結論係有幫同學話我搞完亞運之後咧，咁政府就會不斷去削呢啲開支㗎啦。sorry 唔好意思啦，我發覺我講呢個結論嘅時候要先講咗呢方面嘅反駁啦。因為咧，好似頭先評判都有講啦，咁反方的而且確咧係不斷嘗試去反對申辦亞運嘅方式咧，就係提出咗好多而家削減緊開支嘅資料啦。咁然後咧，政府又舉出過個反駁嘅。就係話，但係而家政府都有6000幾億嘅財政儲備喎。咁好啦，咁個問題就係在於，咁我分期之後就會再究竟嗰6000幾億嘅財政儲備係咪真係政府想用嘅時候就用得咧？咁即係據我理解就應該唔係嘅，因為財政儲備應該係去到一啲好緊急嘅情況先會用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反方，即係雖然我而家呢刻未必可以好仔細咁同你講個財政儲備係幾時用或者係乜嘢情況下會用啦。咁而唔係我想搞個亞運嘅時候就會用啦。咁但係我覺得反方你喺預備，即係當你去準備話，即係其實任何一啲去打成本等等嘅問題，可能都要預備定個反駁就係、是，如果對方舉財政儲備嘅時候，你乜嘢情況底下會去動用咧？例如可能
啲嘅事件就係、財政儲備可能係當年索羅斯去當年政府嘗試去用財政儲備擊退大鱷嘅時候用嘅，咁就唔係喺一啲比較日常支出嘅情況底下用，咁你起碼係咪都可以講到個財政儲備唔係想喐就喐嘅情況底下先會用到咧？呢個反駁嘅話，我覺得好似會好過我哋就不斷都係要翻同一樣嘢啦，即係你起碼要落到個結論就係財政儲備唔係就咁就用到啦。咁當然啦，我都同樣有個問題就係諗緊，咁究竟財政儲備係咪真係咁隨便就可以用到嘅咧？係咯，呢個會係我嘅問題啦。咁或者係即係你講過話香港以前都有搞過唔同嘅運動會遊成啦，咁係咪即係有咩情況咧係真係動用冇個儲備咧？咁然後咧就講翻佢啱啱你所講個民生同埋亞運有冇衝突嘅問題啦。好多時個回應咧都係就咁話件事冇衝突嘅喎，但係我未必會可以好完全接受呢個做法，係因為凡方佢嘗試提出嘅挑戰就係、如果我哋用咗搞亞運嘅錢，即係而家我哋唔使搞亞運嘅時候，政府都不斷削減開支。咁我哋用埋搞亞運嘅錢嘅時候，政府削減嘅開支就只會更加多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個衝突位咯，就係錢得一嚿，但係你要揀嘅時候，你就只能夠用喺一啲對民生更加對民生嚟講更加有利益嘅事情上邊咯。咁所以我覺得冇衝突唔係一個好有效嘅回應方法啦。咁但係調翻轉，我覺得有啲乜嘢會係一個比較好嘅回應方法咧，就係、用翻本身你哋一二附想提出嘅嗰個説法啊，就係、其實政府預咗筆錢去等落去，佢係希望振興周邊經濟㗎嘛，希望可能帶旺旅遊業、大興飲食大興旅遊業，佢希望可以帶起旅遊業同埋帶起飲食業㗎嘛。咁所以即係一嚟就係你起碼可以講到件事唔係政府只係諗住自己回本先啦，而係民生上面都可以有受益啦。二嚟係我而家就咁諗啦，會唔會可能係政府可以喺其他方面度開源咧？即係有啲乜嘢政府嘅項目，你覺得例如可能一啲大白象嘅工程，例如係一啲唔同嘅項目等等，係咪可以政府喺嗰啲位置度削減啲錢，而唔係直接唔搞個亞運咧？咁當然啦，呢個就好涉及翻本身你哋自己嘅準備啦。咁但係任何講到錢嘅辯題，本身正反雙方對於政府可能有啲乜嘢嘅項目可以削減，唔可以削減，財政儲備是否可以動用，方面本身嘅準備都係多啲嘅。唔好意思，好似講得好長。咁但係剛才我所講嘅嘢，可能同喺就算之後我唔講2、3個，可能都差唔多，因為都比較類近，個爭拗都比較類近。係啦，咁跟住再講多少少咧，就會係去到反方咧，就不斷喺度講兩個例子，就係名古屋同埋杭州嘅。咁就係係名古屋同埋越南嘅。咁就係話名古係咪名古屋？我唔記得係越南定係名古屋放棄申請啦。咁但係同樣地，我又想聽多啲，因為我唔係好理解到你個例子，唔係因為話我係好清楚知道你個例子嘅結論想落咧，就係因為呢兩個地方都因為財政負擔嘅問題，所以就爭啲搞唔到亞運啦。咁但係我會想聽到呢個中間嘅論證過程係啲乜嘢？即係譬如你好似去到二庫嘅時候有講過，名古屋一開頭咧係因為財政嘅問題放棄啦，然後有日本支持底下咧，佢重新申請咗咯。咁名古屋最後係有申請定係冇申請咧？咁同埋佢嘅開支問題係啲乜嘢原因咧？係佢要起場館，係要去起啲乜嘢？咁但係名古屋同越南嘅例子又同香港有啲乜嘢嘅可比性咧？我覺得係我會想聽多啲嘅。咁係咯，如果唔係嘅話，就好似每一場，即係每一個位都只係講一次名古屋同埋越南個名。咁但係當中嘅推進同埋內容分就唔能夠俾到好多你，因為都唔係好多扣連到同香港搞亞運之間嘅關聯性係點樣？佢哋要收檔。唔好意思啊。係。不如我哋直接公佈分數咯。